云林县的土豆11月嘛准备要收成了，县政府甲7个乡镇市公所规划要封路，要设194搭会当来拍土豆的所在，互农民使用哦。农业处嘛表示讲，会请警察局来加强巡逻。透早，云林农民无用整理单采收后的土豆，都甲路封一边，伫个路边拍。云林县第二水的土豆种植超过7500公顷，占全国产量超过70%。即阵啊进入采收期，养过袂少农民捌因为无所在拍土豆，造成袂少困扰。拢占掉，拢无拍啦。啊，阮就古早，阮就拢无定啦。啊，拢一定拢会拍即个路啊，安尼啦。看日头哩，哦，后3、4天，后5、6天，换做外天。拢爱顾掉的呀。云林土豆农是讲，采收了后的土豆，若是无拍较歹保存，会影响收益。因过常常发生农民伫路边拍土豆，引起行车纠纷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形搁发生，云林县政府农业处协调7个乡镇市公所，设194位合法拍这个场所。我们特协调7个乡镇与警察局，协调出194处有72公里长的晒花生地。那我们希望可以协助花生农，可以在安稳的环境中晒花生。系啊，之前拢无所在拍啊。啊，即马公所帮咱申请呢？系啊，申请啊，阮较有所在通我拍啊。哦。系啊，因为工作拢签这2边啊。云林县政府农业处是讲，为了守护农民的财产，也请公所和阮警方启动护农专案，加强辖区的巡逻。农民伫公告路段拍土豆，嘛爱好好做好交通的维护甲安全防护，才当避免发生交通的纠纷。记者采访报道。